汉光41号的演习，今仔日是第7天。宪兵指挥部今仔日透早头一届实施万板大桥全线封锁的行动，为着模拟敌军为新北拍入去台北市的情形，这一届演练有设置4个防线，包括美国的艾斯科防具工司，而且嘛运用攻击性的无人机来打击。另外，今仔日苗栗、台中、南投甲彰化会先进行城镇润成的演练，时间是伫咧下晡的1点半至2点。到时会单警报的声音，请民众都要配合疏散甲避难。桥顶传出庆声，搁庆出烟雾甲火光，宪兵出动分8战车，配合周边设置伏击区，用火棒扫荡敌军。汉光41号演习士兵操演第7日，演练一开始，目标敌方能加强为新北这边向台北这边发动攻击，拍算突穿万板大桥。国军伫全长690公尺万板大桥顶悬设4站作战阵地，每个阵地差不多120公尺，配备8道作战障碍，有铁具板、更刺猬、战锋雷甲美制新式装备，艾斯科防具工司等，搁征调2台民间公车伫桥头做阻隔设施。封桥管制时间为10时半秒11点到15透早6点。附近党环表示，演习就是让大家做好准备。大家还是要心理准备啦，爱较免惊就对啦。嘛袂讲免惊，咱嘛是爱有准备啦。敌军突破第3站作战，宪兵透过无人机清扫各打击，伫周边大理高中等制高点设伏击区，用火棒扫荡敌军。征收完之后呢，除了他们我们要这个排的兵力去打击之外呢，其实他还得到适量鱼炮甲车的资源，还有后方所谓的1两重迫击炮的资源，它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攻防战略，跟去年比较起来，它封的道路面积比较广阔。军事专家也分析，阻挡工司爱因地这期应定向就定向，可能唔那是公车，亲像一般废弃的车，难当作敌军强势拢摕来用。宪兵指挥部强调，这摆演练主要根据敌军反台可能行动，守备部队运用台北市河道桥甲城镇等地上快速部署作战设施，甲建立坚固据点群，就辅助甲人气状况建立疑阵战场，互官兵练就经验，强化整体作战效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